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子女不在身边，这个很多老人都经历过。有时候子女太优秀，飞得太远，反倒不是一个好事。就像我外婆和舅舅，因为疫情原因，1年可能都见不到1次面。那么我外公还有个弟弟是住在西安的，他的子女第2代、第3代现在都已经移民到瑞士了。那么他80多岁，一个人住在西安。我妈妈每年都要去看他，这里养缩。那么今年又要去了，明天我妈就出发了。今天晚上我请他吃一顿祭饮，这次一去也要半个多月，希望他一路顺风。说书人的味觉都蛮刁的，因为要各地演出，尝遍了各地的美食。这家鹤舍里是苏州地区的评弹演员常聚的地方，这边的火锅、烧烤、醉蟹都是一绝。这个啤酒我上次喝了3扎，味道很棒。第一个菜上来，猪脆骨，一路顺风。香拌鱼皮，我的这还鱼中的说这里人来去打个再好呢。哦，别吃了，别吃。这个铜锅很像一顶帽子，现切的羊肉和羊腰子挂盘不掉。啥子挂盘不掉呢？第一个是细细，油脂比较多，这个不注水。说个再好上来着。但是黄瓜条，养个黑天的，鸡肉就像一根自己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出去和他们打了个招呼。 Later， 金子，你昨天没吃到完呢，那个是黑烧里来被人家现在调为基本那个，你做个再好不吃，说个再好往这个，香啊！金子，我给你开盖了，嘿，哇，拌出来。